上菜哦。你还等人唔咧看？哦，唔是安尼主动化。唔是，就是你看上我拄啊。对。你爱啥？你知为什么迄要放一个碗内底要放第几个？啊，因为要互迄土地公伯啉的。迄个是要互土地公伯啉的。敬茶啦。哦，算敬茶。咱拢来做做敬。对。咱就来交关哦。好啊。后盖要偌济？好，无问题。你要到倒大咱嘛无要紧。好。要较趁钱啦。阿妈早时拢4点就起来做到暗时啊10点才过。阿妈这里辛苦。阿妈，我嘛感觉你会使搁困较晚啊，你会使像你看7点半开始排单啊。你会使安尼讲。顶头迄个拄好人咧老鹰的迄种西话，所以咱啊学啊。来啊！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家。